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仔日的台北股市开悬走价，早盘大落超过200点，上主要是辉达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的晶片，予美国来管制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美国股市虽落6%，嘛拖累今仔日的台北股市。这个台湾厂的供应链是一片的青笋笋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是落389点，以19468点来收盘。啊，那台积电是落22块，收离的855块。美股表现，前两台股16号一开盘，台股是开高走低，投资人的心情也跟着一起震荡。今仔日的台股是开盘失利，起起落落，不过原来是继续在落。除了 Trump 反起反倒的关系政策是源头，这个原因嘛，袂当看轻。基本上我们台股也大概反弹了2000点以上，所以接下来当然整个多头它也会比较收手，啊，尤其是整个我们昨天啊，其实一路上也从底部开始一路往上涨了。整体来讲也是落较济，其中的关键还有辉达。虽然辉达证实会甲台积电顶台厂合作，伫咧美国投资超级电脑，看起来是利多。不过上新的消息，辉达被予中国 H20的晶片予美方管制，为着出口单季盈利55亿美金。予台厂的供应链包括台积电、鸿海、伟创等，今仔日的股价拢涨落。不过专家认为，投资人嘛唔免伤悲观。其实这个不是一个说占比很大的金额，但是它市场上就会做联想。最重要的还是川普整个未来对半导体关税的政策。除了外部大环境，台积电明仔载发税会有啥物内容，嘛是投资人一个观察重点。不过为着避免台股受重伤，有券商观察，国安基金已经针对6支股票进场护盘。我认为国安基金目前在台股呢琢磨还不深。啊，那毕竟整个国安基金它的目的，这些护盘基金它的目的基本上是维持稳定。那所以在整个上涨过程当中呢，它当然就不会有过多的琢磨。关税政策严重牵动股市，不过 Trump 的决策是啥物人拢摸袂透，投资人敢若会当经调，点点啊继续观察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